伯，你是啥物人？我是福德正神土地公。土地公伯。免礼，起来。多谢土地公伯。陈淑君，我是念在讲你定定诚心诚意来向本神祈求，所以我今仔才专工来，要来促成你甲王文义的姻缘。你是不是愿意？愿意，当然嘛是愿意。真好，真好。多谢土地公伯。陈淑君，你愿神归位。安尼总算是功德圆满，欢喜就好。我刚好问你土地公伯啊，伊讲我牵线，我拢无。阿娘，阿爹，老早。老早。小芬诶，你是安怎今仔遐尔早就爬起来？阿娘，那我昨问你土地公伯啊。你问着土地公伯啊？是啊，我问你土地公伯啊，伊还讲。你问着土地公伯啊，甲你讲安怎？就赶紧讲。阿娘，戆查某囡仔哩，你若爹毋是外人啊，看问着声讲出来才有要紧。阿娘，我问你土地公伯啊，伊还批判一个叫王文义的人。王文义？王文义是啥物人啊？我嘛唔知啊，唔知啊吼，是毋是迄个？你这个查某囡仔，什么梦唔去梦，偏偏去梦嫁翁的代志，你咧讲出敢唔惊互笑啊？阿爹，你哪安尼啦？我真正是去梦到的啊！好啦，阿爹相信你啦。安尼啦，阿爹就派人去探听看，什么人做王文义，也是负典的人物。安尼若探听出来了后，阿爹才将你用匹配的予伊，安尼唔就好咯？阿爹，小姐，你哪行，搁行去溪边来？溪边风景这么水哈，看看也较轻松啊。哎呦，搁紧行啦，来去拜拜啦！哎，又搁是你！你无来无去，迄个我需要要创啥？真歹势啊！我逐工掠鱼哦，拢会行这条路啦，还唔知恁伫咧遮，失礼啦。失礼就准煞，人惊人会惊死人，你知影无？小姐，请你原谅我啦，我唔是挑故意要甲恁吓惊的啦。我甲你讲哦，阮小姐是千金小姐，你若是甲伊加一个泡料，你就好。你是讲煞袂啦？伊是我救命恩情啦，爱对人大声细声是成何体统？无要紧啦，是我家己唔对，袂当怪。王公主，多谢你顶摆救命之恩。阿特，咱来去。稍等下，陈姑娘，有一件代志，敢问你请教？什么代志？请问，你的芳名是毋是叫做陈淑芬？哎，你哪会知影？啥物人甲你讲的？你的名真是叫做陈淑芬？哎，唔是啦！哎，你竟然安尼啊？我袂问我小姐的名。你较掂的啦，陈姑娘，我并无歹意，我只是前几工做一个梦，我家己嘛唔知影是真的也是假，所以才大胆来请教。这是安怎讲？是安尼啦，我忘记赵神同我讲，伊要替我牵一个好姻缘，对方的名就叫做陈淑芬。真的？你这是做这款面吗？是啊。你是不是叫做王文义？你哪会知影？哎，小姐，那你看你多好啦！哎，我甲你讲哦，前几工阮小姐问见土地公伯啊，土地公伯啊讲要替甲王文义扛好人线呢。真实的，你嘛有做明梦哦，我就是王文义啊。你帮伊造型，我帮伊土地公，那这样拄好。陈姑娘，这就是造型甲土地公按两你保庇，来牵上这个好姻缘。我即马转来甲我阿娘讲，
叫牧羊去因兜讲亲情，你讲好无？哎，休假，休假到我啦！玉师啊玉师，莫非咱一世人无缘？唉，我是安哪想哦，哪无妥当的？你送遮尔啊贵重的礼物给你公主，连讲伊若真知影滋味，啊定来要来去揩油，啊你是要安怎应付伊哈？我嘛唔知影要安怎应付。非是这代志若是发生哦，大家是莫做生意尔嘛。阿爹、阿娘，我倒转来。转来啊！哎，阿桃啊，较等下吼有人客要来，你中昼顿若穿好势的时，就旁去恁小姐的房间互伊食哈。好，我知影。阿娘，我今仔有拄着迄个叫王文琪的人哦。王文琪，是毋是你忘记土地公甲你讲迄个人啊？是啊，啊，这着奇啊的，天骹的才是有王文琪这个人啊。是啊，老爷，还佫更加奇怪哦。迄个王文英吼，伊嘛望紧造成甲伊托梦呢。哦，真实的是。这吼叫做阴命天注定啦。无定着吼，咱查某囝真正甲迄个王文琪吼有这个缘分嘞。这嘛是有可能哦吼。对啦，淑芬啊，伊迄个王文琪是住伫什么所在，也是倒一家的子弟啊？老爷，你嘛熟悉伊啊，伊就是迄个掠鱼的。啊，迄个掠鱼伊啊，就是叫做王文琪哦。爹，那王公主伊讲，哦，迄个王公主讲吼，要回去叫因阿娘派媒人来讲亲情啦。淑芬啊，王家人来讲亲情，啊你的意思安怎？啊，袂用的啦，因兜遮尔善，我无同意啦。老爷，老爷，你公主来。啊，李公主来啊！老爷，李公主啊，来，请，请，来请。哎呦，阿爹、阿娘，我先去拜去。无咯，无啦，李公主啊，来啦，请坐啦，请坐啦，哎呦，阿勇啊，你泡茶出来请人客。是。老爷，啊，拄食迄个水姑娘啊，就是恁查囝。对啦，就是小女啦。哎呦，真正看袂出来呢。哎呀，啊，毋着歹得出好笋，啊无像你这般呢，哪有可能生遮水查囝出来啦？对啦，啊，恁查囝是敢这样啊？也袂啦。也袂哦，嘿，安尼拄好啦，我嘛袂出来呢。我咧想讲吼，李公主，阮查某囝吼已经甲人定亲啊啦。定亲啊？定亲啊哦？是啊。哎呦，啊，那才可惜啦！啊，早知我嘛较早来。按是讲吼，伊是参倒一间的公主定亲的。王家。王家？倒一间王家？啊，就徛遐边吼，咧掠鱼的王家啦。掠鱼的哦？哎呦，安尼哪会对啦？冤话啊！啊，恁查囝生做遮水，太去配一个掠鱼的啦！这门不当户不对，安尼唔好啦，唔好啦！李公主啊，整回迄杯球团的代志吼，多谢你伫咧元老爷面头前讲话。啊，对，迄只母的玉狮子吼，我已经买回来。来，你看卖咧。啊，三八啦！啊，都家己人啊，啊，互相斗相共，这本来就应该。送什么礼物啊？哎，我甲你讲啊，这只母的吼，你留咧。啊，等一下吼，我才派人将伊只公的送转来给你。哦，安尼哦，你才会当成双成对，万年富贵啊，对不？对，成双成对，万年富贵。我要查某啊！啊，你是你哪会来想安尼？无缘无故你走转来，啊，卡母讲你要娶某。安尼我甲你讲哦，我今日去撞着溪边迄个陈姑娘，
伊讲伊嘛变梦着土地公伯啊吼，讲要替阮扛红线啦。真是有这款代志？真实的，而且我阁问伊讲，敢袂去因兜提亲，啊伊嘛答应了。阿娘，你敢袂找一个媒人去因兜讲亲情？莫非真是性命不灵有时？好，阿娘才叫顺仔买迄个阿海姊嘛去甲你提亲啦。多谢阿娘。单王伟，有人伫无？你是？我一个看哦，就知影你是单夫人啊啦。是啦，啊你是？我自我介绍啦，我吼就是迄庄仔尾啊，迄阿海因某啦，啊，逐个哦拢叫我是阿海姊嘛啦，啊，我就专门咧共做媒人的啊。专门咧共做媒人的啊？这啦，多谢你吼，啊你今仔日来是？当然嘛是来做媒人的啊。啊，单王伟有伫的无啊？拄好出去啦。出去无要紧啦，非得吼，甲你讲嘛是共款，啊，就安尼啦，啊，就迄溪仔边哦咧掠鱼的阿姨啊，拜托我来吼，讲亲情的啦，啊，就甲你查某囝婚事啦。唉，当夫人，我嘛知影吼，迄王家家境无法度甲恁比啊，啊，毋过我也无法度啊，迄阿姨啊吼。就甲我拜托啊，讲什么伊哦，甲恁查某囝缘分吼是神明做主的啦，叫我一定爱来讲看卖啊的啦。啊，我做媒人做遐尔啊久，我嘛知影讲我今仔一定白行的。唉，单夫人啊，歹势啦，啊无，我先来去啦。小等下，阿海姊嘛，这阵婚事我答应。啥？你答应哦？迄个阿姨啊，有救阮查某囝的命，无掠着哦，因两个是真正有缘。我当你想讲吼，迄阿姨啊哦是腰到小受地瓜骨哦，迄也毋过也想要趁红杯，迄单空哪有可能甲宝贝查某囝嫁互伊种散鬼啦？啊，无啦，毋是啦，啊伊即摆算起来吼是你未来囝婿呢，散鬼哦袂用叫啊啦。海姊，你转去吼，甲阿姨啊讲这阵婚事我已经答应啦。叫伊看一个好日子吼，来甲阮送订。我知影，啊，我即马随来去吼，单夫人，我来去啊吼，你咱钱搁趁着啊。我地志啊，好消息，天大地大的好消息啦！啊是啥物好消息啦呢？你看你咧欢喜甲尔。当然嘛欢喜。啊，即马王家已经派媒人哦去等甲讲亲情呢。啊，这单夫人哦，伊真是答应啊嘞！想袂到讲哦，伊真是答应会将陈淑芬嫁互王文义啦。这哪有啥物好消息啦？啊，这代志哦，我早就拢已经安排好啊。话袂当安尼讲啊。虽然讲哦，咱将迄个红线绑伫因两个人的骹，啊，毋是绑伫单夫人的骹。可是讲伊若无答应，咱也无法度啊。讲到这你就明白。啊，若讲王文义啊甲陈淑芬哦，既然因两个骹哦，互越南老人甲绑红线伫咧，在这冥冥之中啊，因师团绝对会答应这桩婚事。这真歹讲，这个陈元伟哦，伊是一个欺民重贵人，而且做现实的人。我是咧烦恼讲哦，伊敢会答应将阮查某囝嫁互迄个善食的阿姨啊？这你放1000-10000的心啦。若讲越南老人红线哦，确实真厉害，我敢甲你挂保证，陈元伟伊绝对会答应。元伟啊，打这个玉璽，就是你真解摕我呀。啊，即马当然爱听互原地主人啊。王老李公主啊，这个物件是我送你的，若好势我搁再收回来啦。哎，元伟啊，顶一届吼，我会甲你收起来，迄是惊吼，你误会讲我毋甲你办代志，所以吼收互你安心的啦。啊，即马代志都处理好势，当然物件就爱害你啊。是安尼哦。那咧，李公主啊，安尼我就无客气咯。李公主啊，你哪里吐气啦？你是有啥物困难事？你讲互我听看觅。我若是能力做会到的范围哦，我一定会甲你斗相共。但我有钱有势啦，有啥物困难？
我是替恁查囝咧怨叹啊。替阮查某囝怨叹。李公主啊，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你搁听无啊？啊，枉费恁查囝生做遐尔啊水。哎哟，啊你什么人唔嫁，竟然去嫁互一个掠鱼的，迄袂输一堆水火去插伫牛屎顶嘛。安尼好啦，王话啊，你去退婚。退婚？是啊，你将王家的这门亲事甲退掉，将恁查囝嫁我来做恁家婿。李公主啊，你嘛莫甲我滚笑，这婚姻大事哪会讲退退啦？好要紧啦，你放心啦，我袂计较恁查囝通人定亲过啦。啊，王月啊，看我结真正对你是有好处的呢。你甲想看卖嘛，阮阿爹伫京城咧做上司，你嘛做我的丈人。莫讲咱县内的小小的县老爷都唔敢刁难你，连迄个知府大人啊，看到你就要敬畏2、3分。到时啊，你伫地方上就是有钱有势，看要往东还是要行西，无人甲你安怎的哦？快点啦，我考虑看卖。啊是咧去考虑啥啦？做安尼定啊？来。这阵玉观音是阮李家的传家之宝，安尼啦，我怎自这阵做我牵恁查囝定亲的信物。水，水啊！小芬啊，阿妹啊，你是咧想啥物？无啊，我搁看册。看册？啊，你最近敢若真爱看册吼？啊，对莹莹无啥物代志，加减仔看啊。查某囡仔人看遐尔啊侪册有啥路用啦？有用的时阵吼，就加学一寡挑花插绣，啊，通好准备下摆要嫁妆啊。有啊，我的嫁妆早拢准备好啊。哦，阿妹啊，戆查某囡仔，啊，查某囡仔吼，大汉的心，拢嘛是爱嫁人，哪有啥物好歹势啦？阿妹啊，你是讲王梅姨你叫？王家吼有派人来讲亲情，阿娘嘛答应啊呢。真的哦，阿妹啊，多谢你。兄弟，策马啦，兄弟策马啦！阿头，是咧穿啥物啦？兄弟，唔是我策马，是你策马啦！老爷吼，拍算要将你嫁予迄个不输贵李公主啊呢！你莫我骗啊！李公主吼，做人阿爹卡油的，我阿爹是气啊要死，恨不得会当食伊的肉，吸伊的骨，哪有可能拍算将我嫁予伊？是真实的啦！老爷即马拄拄啊才对你家转来，你若是唔相信哦，你会当家己去问伊啊！你搁等下有代讲，做正尔明明较搁讲吼。小芬啊，你嘛唔通吼伤自信呢。阿妹啊，你这是安怎讲？你阿爹吼，伊的心理阿娘上了解。伊即马吼一心一意，就想讲要扒去这个李大春，互伊做靠山。拄则吼，嘛是李大春叫伊去互因兜啉烧酒。阿娘是咧惊讲吼，你阿爹有可能会答应伊的求亲哦。我要去找阿爹讲清楚。江水在一回，真是卡到天涯。水阿爹，水，阿爹，小芬啊，来，你来看这尊玉观音，水无？阿爹，我听阿头讲，你要将我的婚事去配合迄个李大春。我是来搁你考虑啦。啊对啦，这尊玉观音吼，是你家送来要定亲的啦。老爷，啊，这婚事的代志，你哪会免倒转来跟阮参详一下啊？亲哪有要紧啦？要非得咱淑芬啊，也毋是真是甲人定亲啊啦。人拄则王家吼，嘛有派媒人来讲亲情，
这件婚事我已经正式答应人。哈？你答应咱小姑仔要叫迄个掠鱼的？我无夫人啊，这天大地大代志，你是安怎免事先跟我参详？这哪有啥物好参详啦？咱已经骗李大春讲哦，咱查某囝已经甲王家定亲啊。啊，若无弄假成真的时，互李大春知影讲哦，你伫咧骗伊，安尼代志就更加歹收山。但这件代志，人李大春根本就无放伫咧心肝头的。伊还佫叫我讲哦，去王家甲退婚，然后照常要带咱续婚啊。要带咱续婚啊？咱续婚啊，若讲哦，要嫁予迄个李大春哦，我宁可互伊嫁予迄个掠鱼的啦。但迄个掠鱼好伫倒位啊？哈，掠鱼是要安怎甲官家的子弟相比啊？迄哪有一定？啊，拄则咱毋是还搁咧讲做梦的代志，无定着吼，真正续婚甲迄个王文义哦，真正有缘的。迄是做梦的代志，免哪会用准算的啦？啊，你甲想看啦，迄个掠鱼的因兜哦，啊，住迄破草厝，阁有一个青年的老母，无你是叫咱媳妇哦，要嫁去遐一世人歹命是吗？听你这个口气，你的意思毋就决定要自续婚嫁予迄个李大春毋哈？无毋对。我无爱，我要叫迄个李大春。就是啊，迄个李大春有够不输鬼啊！顶摆我甲小姐去土地公庙拄着伊哦，伊阁对小姐黑白乱乱的。你甲我点去！婚姻大事哦，是由爸母做主，哪有恁插嘴伊地啊？续婚是我生的查某囝，我有权利去做主，我反对。无你是反对啥物啊？我是一家之主哦。结婚的婚事哦，由我来做主。阿爹，你真正要将我嫁予李大春，我得干嘛去死？好了，收了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莫哭啦！阿头，你出来，我只安静一下。莫啦，小姐，我当才陪你啦。我叫你出来就出来啦。好啦好啦，小姐，我出去啦，你莫想袂开哦。小弟，小姑娘，你要创啥物啦？阿爹，不行，不行啦！小姐，你慢慢走起来，你是要创啥物啦？小弟，阿爹。啥货啊？你要将玉观音替害我？李公主啊，实在是真歹势，我无迄个福气哦，通做你的情人。这是定亲的信物呢，他有话退就退咧。要毋过当初哦，我是干那甲你讲，你互我考虑一下啊。你安尼讲就唔对啊！当初时你将这玉观音摕转去，就表示讲你已经答应啊。安怎？你即马是后悔啊？李公主，毋是我想要反悔，我嘛真介意你这个囝婿。要毋过阮查某囝哦，伊真是已经甲王家定亲啊啦。啊，我就甲你讲过啊，定亲袂要紧，啊退掉就好啊嘛。要毋过王家伊就无要退婚啦。伊唔退，我嘛唔退啦。啊，无大家来试看卖嘛。哼！阿姨啊，阿姨拢传好势未？差不多啊啦。啊，安尼这项物件，先算互你落去斗声嘿。阿娘，啊你用这个物件？这个玉环就是恁阿爹当初娶我的时阵送我的片礼，哎，使算讲是咱厝传家之宝啦，互你摕去做片礼。无喏，阿娘，咱是阿爹留予你唯一的纪念，你也是留的啦。讲恁啦，咱两个是母仔囝，你甲阿娘你客气啥物咧？无喏，阿娘，啊片礼啊，我已经准备好势啊。讲恁啦，我这款物件本来就是一代传一代，即摆应该传互新妇的，摕去斗声吼。阿姨啊，阿姨啊，我片的是选好势啊买啦。有啦，拢穿好势啊啦。阿娘，我来去啊。啊，路就较小心哈。啊，你也我来去啊哈。还是啊，啊万事拜托啊。好，应该的啦，来我来去啊哈。好好。
这吼就是单价啦。迄单价吼是有钱人嘞，哈听你来入去的吼，讲无得细腻，知无？我知。你来去哦，紧嘞，紧行紧行。哎哟，梅兰花啊！开始嘛，啊，这拄好，啊，你要去倒？等你做梅兰做遐尔啊久哦，你煞毋知今仔日是好日子，我着带新郎哦，要来送订。这拄好啦，我今仔嘛是陪阮李公主要去送订呢。啊，是讲梅兰花啊，你要去缀一间，就一间啊。啥一间？哎呦，这边哪有可能啦？我哪会无可能啊？啊，啥人唔知影今仔是我本少爷要来向陈家千金小姐陈淑芬送订啊！你有讲唔对，今仔要送订是我呢。我想到啊，你就是迄天踮咧土地公庙迄个物件囝对？你就是迄天伫土地公庙，要对高年乌边啦，迄个垃圾鬼啦。你唔食垃圾鬼？哼！我想讲你是啥物三支脚六支手的人物呢？拜托的哈，你也知，你是一个送鬼呢，你要哪有资格扛我咱一间两这摊婚事啊？我是送，要毋我送甲清清白白，无像你啊，重色起，靠你阿爹说的，为非三作。阮爸有钱有势啦，啊怎你怨动？这是啥啦？哎呦，你若要做骗子哦，哼，明明就歹当事者嘛。我甲你提来，等你讲我就说你好命啊，你莫来叮当啦！你敢起骹动手啊？来，跟我拍！老爷，夫人，代志大条啊啦！是啥物代志大条？你无紧讲。王大要来送订，李家嘛要来送订，迄阵哦，结果伊上伫门口拍起来啦。得一声。老爷，你是要安怎啦？我哪知要安怎啦？老爷，啊无注意看卖。阿桃啊，你是要创啥？老爷紧嘞，咱嘛出来看卖啊一个啦，紧嘞。什么无？紧嘞啦，行啦，紧啦。无你这查囝是创什么影仔事啊？你个娘歹起来，创咩话？阿头，这不咧代志，你紧入去啊！姑爷，今仔日怎样你会食亏啦？对啦，你会食亏的啦。我看吼，你若是乖乖啊，耳啊蒙蒙安尼坐转，啊若无吼，我等下就让你死到真歹看。我袂走，你若有才调，你就将我拍好死，以后你免孝顺，我会将条扭好你啊！好，这话是你家己讲的哈。来，去甲我拍。好啦，你莫搁拍，莫搁冤啦，好无？有啥物代志哦，你要内面再搁慢慢仔讲啊。对啦，大春啊，有啥物代志哦，内面再慢慢仔讲啦嘿。对啦，陈夫人讲了对啦，这个内面就慢慢仔讲啦。嘿啦，行人拢礼拜啦吼。休假！王家是毋是来送订？王家是来送订无唔对啦，唔过李家吼嘛是来送订啦。即摆沙头路面哦，伊大厅哦超袂好势啊啦。哪呢？李公主啊，这桩婚事吼，阮确实是先答应王家的。无喏，张嘛，这桩婚事是张兰爸亲嘴甲我答应的，张兰爸讲的照准算啦。婚姻是媒妁之言，爸母之言。你敢有请媒人来提亲？你的爸母敢有要来主婚？用你嘴讲的婚事，这哪能准算？太无啊！我边仔就是毋人啊，无伊啥人。而且阮阿爹是伫咧京城咧做上司呢，我自然就会派人去甲讲啊嘛。好啊，无你等去京城甲你阿爹讲啊。你阿爹若是同意，伊再叫人来提亲，还阁会。你当做我三岁囡仔，等阮阿爹若同意哦，恁早就青米煮食饭，杀杀做规堆啊啦。你本来就无应该吵，是你唔才无应该吵入来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恁两个吼，莫搁安尼冤啊，好无？坐咧吼，聊聊啊讲啦。唉，看恁两个安尼咧相争，我感觉一个查某囝尔，是要叫我安怎处理就好啦。我咧看吼，
这件代志啊，归去哦来管老爷遐做一个裁决啊。你当然嘛安尼讲，谁唔知了管老爷是好朋友，卡出若是管老爷做裁决，当然是为你袂为我啊。好啊，你若唔去也袂要紧啦。王伟啊，安尼哦，我就来管老爷遐哦，告你骗婚，我看管老爷要安裁决。小等下，当姑娘，李公主、王公主，为着我婚事，和恁双方拢适合，我实在感觉真歹势。我踮在遮向恁汇一下失礼。免啦免啦，这小可代志尔，阮家己会解决啦。李公主，为着我爱伤害大家好气，我是毋是通做一个对大家拢真公平的决定？好啊好啊好啊，这敢有啥问题呢？只要你的决定吼，大家拢会同意，我嘛无话讲啊。王公主，你呢？陈姑娘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我决定要退掉恁的婚事，用抛绣球招亲来决定我的婚姻。好，好的，进行。好的，进行啊！啊是，阁是你哦！赵神啊，你嘛安尼互我拜托者啦！我老大人哦，心脏较无够力啦，你来吸袂着来，就安尼化甲大细声，你是要我惊死了啦！歹，即马代志愈来愈大条，你阁有心情困会落去啊？啊是啥物代志啦？你阁唔知影？即马王文义哦去东甲下片，这李大叔嘛去东甲下片呢。即马双方面咧冤家啦，王文义哦是叫人拍到半小时，你知无？还着要娶水某，黄金龙贵也是通见晓。你讲这是啥物话啊？这代志毋是讲王文义叫人拍过就会当解决了呢。而且这个陈淑芬已经决定讲无要嫁互两个人，伊要用抛绣球招亲呢。哦，巧，这姑娘安尼做巧，你哪会阁讲伊巧啊？嗨，伊安尼做当然嘛是巧啊。你无听伊讲，要有哦，大家就拢总有；啊，若要无哦，大家规矩哦拢总无。死到伊安尼做，大家也拢总无加话啦哈。啊，伊也袂去得失人，伊安尼做了真对。袂去得失人是无毋对啦。也毋过，伊毋是共款无法度甲王文义继承连理咧。这样讲啊？啊，你也毋是毋知影啦，这抛绣球招亲的时阵，一定足侪人要抢这个绣球啦。啊，王文义只有一双手，伊哪有知了讲一定抢会赢？你即马会安尼讲哦？我甲你讲啦，只要王文义伊若愿意出来抢这粒绣球，就算讲全天下的人拢总出来抢啊，抢到尾后也是伫王文义的手的啦。我早无爱信啦。这王文义哦，嘛毋是三条六臂的人，或者讲是伊的功夫天下无敌。哼，伊哪有知了讲一定抢会到迄粒绣球？啊，信唔信哦？随在你啦，死到你就知啦。好的，先生，你过来看无对吧？哪有啊？嘿，还阁讲无？我看你即马老神在在哦，这其中一定有嫌疑对吧？你这个人哦，愈来愈有进步啊！你即马知讲暗中有抗嫌机啊？拜托，恁甲我讲啊，是安怎这个王文义哦，一定抢得到迄粒绣球？你无听我讲，人讲江湖一点讲，讲破就无价值。姑爷，阿头，你哪来遮？阮小姐来看你啦。文义，小姐，我看哦，你去内面讲啦，我等下帮你顾啦。阿头，多谢你。秀，文义，我是足思念你。文义，你的伤要紧无？我的伤无要紧，你是毋是怪我将你的婚事退掉？我无怪你，我知影是不得已。你嘛知影我哪条是生理人，因为伊的为难，我袂用会歹做人。秀，你对我走好。这边哪会用的啦？
小云，我知你对我走，会拍拍你的名声，也毋过我想过，明仔载你抛手球招亲的时阵，全城无见过人拢会去，我实在无会把握，会用伫遐尼侪人的当中去抢着迄个手球。假使我若是无手，兄弟，你若对你家己遐那无自信，认为讲手球，你一定会抢袂着。我当然拼命去抢迄个手球，也毋过我明去摕运气来倒咱的未来啊！小云，你敢知影？自你的 KB 救着你了，我就足介意你。小云，我袂去失去你，我实在足需要你。我拢知。小云，你莫哭了，无我莫讲了。文琪，今仔我来看你，一来是要分析你的伤，二来我是上主要要来解释，我想要决定抛手球的真正原因。真正原因，毋是要解决你婚姻的问题。解决原因是其中之一。上主要，我是为着安两失伤。这是安怎讲呢？你敢会记？俺的姻缘是土地公伯叫造神替俺牵线的。我当然会记的啊！你望着土地公，我望着造神啊！安尼就对啊！土地公伯叫造神，既然暗中牵成咱的姻缘，我相信我搁抛手球的时阵，一定暗中保庇你，会当接到手球啊！行行行，咱来求造神来保庇。真正的笨桶啊！哼，真正是戆甲袂白上，叫恁哦找几下罗汉脚，甲我斗抢手球，到这时连半个都找无啦！恁哦，拢好抬头啊啦！少爷，有请神明保庇，较鬼气啊！我予你3支香，等你若想到啥物愿望时，你再相拥拜请，我早来替你想。嘿。拜请天龙神现身，你着现身啊！李大春，啊，你真正来啊？当然嘛真正来。君主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我讲要来，当然嘛一定会来。对来。你是毋是想到啥物愿望？爱我替你想。是啊。啥物愿望？你讲。我想要娶咱家前姻小姐，伊要抛手球招亲的，你敢有法度？小凡，我抢着手球，啊！我咬准我是真大的愿望嘞，这真简单，我答应。不要！我保证讲手球一定落在你的身上。啊！多谢天龙神，多谢你。只要为这条红线继续做，就会用找到红线另外一头的主啊！这原路真是老饭店，千金小姐竟然去配一个掠去的散车，不知是安怎判。李大春，参见天龙星。你拜托我的代志，我已经替你办好势。有影？这条就是原路的红线，一边我已经绑伫陈秀芬的脚，我即马将另外一边绑伫你的脚顶头，安尼你甲陈秀芬两个人就会当结成连理，袂着解恼。哦，真正，多谢。你免甲我说多谢，我会安尼做，是为着要行你的人情。多谢你啊！我欠你的人情我已经报答完，后悔不及。等者，你还阁有啥物代志？
人抛绣球招亲，是以后什么人接到绣球为准呢？你甲我牵一条红线在遮，到时我若无接到绣球，毋是拢共我无效？李大春，这你放心啦，只要这条红线绑在你的脚，无论我迄个绣球安怎飞，嘛是落在你的手中。多谢你啊，多谢你啊，感谢感谢，安尼特动啊！走是走是，今仔是相亲要抛绣球的日子，拜托也保庇我，会当顺利摕到个绣球，拜托拜托，拜托拜托。王文义啊，王文义，你莫遐尔甲烦恼好无？这一切拢安排妥当，无问题啊啦。这红线哪会无去？啊？这边哪有可能啊？你是毋是你目睭看花去啊？真是的啦，这几工我拢有咧注意啦。昨暗我要发现王文义伊的脚有绑迄条红线，啊透早起来都无看啊啦。奇怪，哪会安尼？我嘛唔知影咧。哎，好代志，等下时辰若到，这陈淑芬要抛绣球招亲，假使讲咱王文义若是无找到迄条红线，这绣球是毋是无着无王文义的份啊？哈，囡仔就是讲，那当然嘛是安尼。那是安尼，这是安怎？这，哎，行，你带我来去看卖咧啦。哦，哎，有人来咧，先上去。甲你讲白啊，我今仔日都要拍绣球招亲啊！你一定爱保庇我，保庇我会当顺利将绣球等到王文义。若无，我嘛要想要搁活落去啊！出错人哦，就是你。你看，我甲摆一条红线，还佫伫你骹的。王文义啊，迄条线吼，阮当是你共绑无好势，叫我落去啦。好，我即马无想要甲你治，就算讲我唔对，哎，好代志是，拜托，阮到时有一办法，甲迄条红线找到倒来。免紧张啦，这较简单。哎，你着对迄条头的红线吼，意甲对，啊对去啊，啊若碰着迄个头迄条红线吼，安尼毋就是找着啊？哎，对吼，啊是你头脑好，那是你搞学了啦。啊，讲遮尼讲，咱就紧来去啊。哎，伫遮啦，好代志是啦，啊这条红线，哪会走来遮绑住伊的骹啊？哟，奇怪，啊这条红线是安尼走来绑伊的骹的？好，咱莫研究遐尼济，即马赶紧哦，将这条红线摕去绑住王文义的骹，较要紧啊！哎，等下，赵先生，我看哦，这代志毋是遐尔简单啦。你哦，安尼啦，你即马赶紧回去，将这条红线去绑当王文义的骹，你爱好甲伊照顾，在抢着绣球进前啊，这条红线绝对无叫落去。我知，你放心啦，我一遍都无第二遍，这届我绝对袂去吐错你，哈。这条红线是安怎走来绑伫你台出的骹？这啊，其中必有因果。
今日是小女抛绣球招亲，不管是富贵贫贱，只要会当接到小女抛出去的绣球，就是单价的竞赛。小妹家来了哈！小云啊，时辰已经到啊，会用的开始啊。淑芬，你未来的命运，甲你终身的幸福，就看这个绣球啊！你家己吼，就爱想好准，等好准哈。阿娘，我知影。各位，现在抛绣球招亲开始。你一定要保庇阮儿接到手球，拜托你，我拜托你。放心啦，甲红线甲恁牵掉了哦，母鱼啊绝对妥当甲你信会到的啦。淑芬啊，甲弹出去个。哪安尼？你，哎，戆查某囡仔，迄母鱼啊伫这边啦，啊你唔着牵哦准，啊，飞去啦飞，我一到牵啦。我造成啦，当你也是在创啥呀？不得正是，这陈秀芬甲你来村的回事，我来做主，好吧？这造成啦，你莫别来啦，人这陈秀芬哦是要配合王文义的呢。喂，好吧。小狗，你放手别抽我眼啊！你这死少年呢？啊是你家做唔对代志，搁当咱下手去，你是食唔着药啊，对啦？造神啊！伊不但吼，嘛是你拜托我讲，完成两人斗阵的哈，你即摆这半暝食西瓜，做一个反正了啦。我改变主意啊，好吧？当然讲你讲改就改，人家银面盘早就已经写落去，免咧无白改啦。我欠你来做一个人情，白当干嘛就爱改。我给你唱啊，你一定爱唱着。